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哈比。喺入正題之前，介紹下一個要我搭超過2個鐘頭車之後行半個鐘先到嘅地方 Palm Beach。搞咁多嘢，其實都係為咗呢個景打個卡咁。而且沿途嘅風景比較普通，唔及我行過嘅其他 walk。但如果你覺得個景係值嘅話，可以嚟㗎，因為交通都算方便，搭巴士就到。好，言歸正傳。話說我整完上條片，諗緊下條片講咩嘅時候，就俾我見到呢個 po， 然後我個腦入面就出現呢兩句歌詞。1年前，佢哋首次喺東張西望出現嘅時候，旋即成為全港花生友嘅話題。當然，絕大部分人都唔睇我呢段戀情，理由好簡單，4個字：前車可鑑。稍後我再解釋點解我咁講，因為可能仲有一小撮香港人未清楚成件事嘅起承轉合。為咗整呢條片，我犧牲咗自己嘅視覺同埋聽覺去睇翻東張西望個終極懶人包，所以等我再濃縮啲咁簡介佢哋成個愛情故事。根據一啲喺某屯門屋邨街市嘅檔主透露，可伯喺24年嘅農曆新年前邂逅咗喺嗰度擺臨時檔嘅河馬。相識當日，河馬就已經同可伯講佢揾緊男人，然後就開始猛烈嘅攻勢，包括焗花旗參同果皮水、煲鮑魚花膠湯、買飯同埋剝定橙俾可伯食。然後可伯就由每日大約5、6點鐘返屋企煮飯，變成等埋河馬收檔先一齊行返屋企。以上所有嘅事情都只係喺河馬擺檔嘅15日內發生。即係咁啦，我一句話做老婆，你話做我老婆咧，我留翻自己用，但係佢有意思，我就最好啦。早我睇咗佢啦，我一眼我睇就中意咗佢。對河馬一見鍾情嘅可伯，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難越愛，冇理過所有街市友嘅勸喻，喺識咗個幾月之後就正式同河馬註冊結婚。當5個仔女被告知多咗個後母嘅時候，除咗講一啲好多香港人都會講嘅説話，例如好多大陸女人嫁香港阿伯都係為咗佢哋啲錢，仲先下手為強，喺可伯同細女嘅聯名戶口入面轉走晒嗰450萬。所以當河馬喺佢哋識咗2個月之後，以搞飲食生意為由氹掂可伯拎100萬出嚟嘅時候，發現1個仙都拎唔到，之後佢哋仲大鬧銀行添，咁當然冇用啦，拎唔翻啲錢。可能因為咁，佢哋就決定報東張西望，令佢哋一夜之間變成網絡紅人。所謂唔驚人鬧，最驚冇人睇，因為黑粉也是粉。河馬亦深明呢個道理，所以佢就開始咗佢直播之路。一開始喺東張西望上面嘅佢哋表現得十分恩愛，但過咗冇耐，直播時候嘅佢哋就變成咁。你就80啦，你仲咁死蠢，你仲係行乜嘢江湖社會啊？以前啊，你揾咩食㗎？以前你食屎㗎？以前人哋打字幕引嚟，你就係要去爆啊？唔係我邊有爆到？你係咪想瞓街先？你出街瞓，冇再跟住我。然後1年後，河馬竟然突然宣布佢哋搞緊離婚。我聽講啊，就算雙方同意離婚咧，都仲要7個月先正式離得到婚㗎。就算我哋呢個禮拜去簽咗字，都話要7個月先可以辦理得到㗎。佢所講嘅好有可能就係以共同申請形式入紙，即係雙方一齊家事法庭申請離婚。佢講得冇錯，一般最快係要7個月，但其實係有機會可以加快嘅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寫求情信，至於內容點寫，好難以3言2語咁解釋。所以我決定做我第一次嘅 giveaway，頭3名有需要嘅觀眾，只要喺樓下 comment 寫我需要一封求情信，然後 cap 圖 DM 去我 channel 個 IG，我就會覆你，然後免費幫你寫求情信㗎啦。雖然我都唔希望你有咁嘅需要，不過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需要嘅話，就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啦。講翻呢對怨偶，佢哋啲劇情咁跳脫，真係搞到我好亂。講真，就算撇除佢係大陸人嘅身份，再撇除埋年齡嘅差距，其實從河馬嘅言談之間，都好清楚感覺到對佢嚟講，呢一段感情由頭到尾都離不開個錢字。因為佢一講離婚，就即刻話直播入面嘅收入全部都係歸可伯所有，自己1蚊都冇。佢呢個台都係佢收錢，係咪？我只係有義務有責任咁樣去幫助佢啫。以後所有1蚊都係入嚟我老公個嗰啲個戶口啊嘛，我又係都係白做嘅。而且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其實1年前已經有端倪錶啦、鑽戒啦，2卡幾2卡幾13萬幾，隻錶咧10萬03200，接近4兩嘅，將近10萬㗎。
9萬9,900嘅。佢俾嗰隻錶我話係當我都唔要住，呢我都唔要住。咧我唔知睇緊片嘅你點諗，不妨喺樓下 comment 分享我知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段個感覺好物質好俗，同埋佢仲係話唔當住係住，即係唔係唔要，係遲啲先要。一開始我講過前車可鑑，我嘅意思係咁多年嚟咁多架車炒咗咁多鑊，都仲係會有人中，唔計網上，淨係你身邊總係點都會楞到一兩個人舐嘢。我唔怕老實同你講，喺我仲做緊之前嗰份工嘅時候，曾經有個有大陸口音嘅女人打過嚟問我同事，問結咗婚要幾耐先可以分到層樓，仲有一個中年男人話聽到外母同老婆嘅家姐傾偈，講佢哋當年係點樣嫁港男之後拎到身份同埋分到身家。佢聽完之後好驚自己老婆咁樣對自己，就好似嗰啲電話同埋 WhatsApp 騙案咁。好難怪呢一行經過咁多 generation 都仍然人才輩出，只要揞得住自己個良心就會揾到食。唔係話 blame the victim， 但係有時真係好難唔覺得係可伯佢自己攞嚟賤。我唔係話每個北方佳麗都係咁，但講真，無論佢咩國籍都好，喺同佢結婚之前相處耐啲，睇清楚份人都好合理啫。就算唔講錢，都要睇下雙方性格夾唔夾噶嘛。如果可伯你仲係18、22或者河馬係你嘅初戀嘅話，我都仲可以理解到點解你可以六親不認咁樣揀佢。但大佬你都做咗大半世人啦，學你啲街坊話齋。我睇人咁多，一睇你講嘢都知道你釣緊魚噶啦。剪頭髮呢位哥仔醒啊呢位，不過講真就好似陳生咁講，想揾個人陪下都係人之常情。咁但係你都睇下對方係咩人啦，如有眼就建議睇醫生。睇你同啲仔女以前嘅合照，其實以前嘅你哋關係都幾好，過年過節生日都仲會一齊食飯慶祝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佢哋真係全心掠你嗰450萬嘅話，使唔使等到今時今日等你識咗條女先轉走你啲錢先？究竟係咪全世界嘅男人都係用下半身諗嘢嘅呢？如果係，即係你不如用嗰幾球嘢揾女算啦。如果你鍾情啲北方佳麗嘅仲易，拎住嗰嚿錢，你想揾幾靚幾後生，甚至揾翻佢呢個年紀嘅，但係當然係有翻啲咁上下質素噶啦。用埋天山雪蓮煲湯都仲得啦。你而家為咗個咁嘅質地嘅女，搞到眾叛親離，俾全城恥笑，又何苦呢？老老實實啦，除咗煲湯之外，究竟佢係咪有啲不為人知嘅長處呢？即係你嘅長處就全香港都知噶啦。啲後生仔唔夠我哋啊！假嘅咩？你嗰真係咁但佢呢？莫非你只係欣賞佢個人夠真性情？有啲關係會令雙方越嚟越好，一齊進步。相反，有啲關係會帶出雙方醜陋嘅一面。你睇下呢一段片入面嘅你似咩？幾廿歲人女晒地咁，你肉唔肉酸啊 ？By the way， 其實我好想知之前究竟發生咗咩事，但我揾唔到。望落佢好似想碰瓷咁。如果有人知有片有 source 嘅，麻煩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。有一點好奇怪，呢條片係喺河馬宣布離婚當日拍到嘅，仲被影到雙方仍然十指緊扣，令我懷疑河馬係咪只係出嚟刷流量呢？我就覺得炒作嘅水分都幾高，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可以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。唉，點都好啦，可伯你自己好自為之啦。又翻到嚟唔正經英文教室，今日想教大家嘅詞彙係 gold digger， 直譯翻到中文就係掘金者。但如果形容一個人係 gold digger 嘅話，意思就係話佢係一個拜金者，即係為咗錢先會同佢嘅另一半一齊。例如，如果你係可伯嘅親朋戚友，你可以同佢講一句 Wake up man, she's clearly a gold digger， 意思就係醒下啦大佬，佢好明顯就係一個拜金者。相比之下，學完中就識玩好多啦，真正嘅冇手尾根。今次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就俾個 like， 撳個 subscribe， 有咩意見或者有咩 topic 想我講嘅就喺樓下 comment 講我知啦，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